意大利品牌 DNG 在香港的门店擅自将公众地方划成禁止港人拍摄区，引起公愤，不断有民众到店前抗议，更有立法会议员的加入。位于尖沙咀广东道的意大利品牌 DNG 门店，以害怕被人侵犯橱窗设计知识产权为由，擅自将公众地方划成港人禁拍区，对前来购物的大陆游客却允许任意拍摄，引起社会公愤和国际关注。但是 DNG 迟迟不肯道歉。在民主派特首参选人、立法会议员馮檢基星期六到該店抗議，要求公開道歉。對於 DNG 公然侵犯市民嘅自由，作為負責任嘅政府同埋警務處係唔能夠得過且過，佢要認真介入，停止 DNG 嘅霸道行為，確保市民嘅基本權利得到保障，不用霸道，香港要公道 ，DNG 必須立刻向公眾道歉，並承諾日後不重蹈覆轍。馮檢基隨後進入該店遞交抗議信，但無人理會。他於是將抗議信貼在店內，希望今次事件能引起警戒。我哋今日嘅行動就亦都話俾香港商人聽，甚至話俾國際嘅人士聽，香港係不容許有霸道嘅商人。有網民在網上發起行動，號召萬人星期天到 DNG 抗議，向霸權說不。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。